跑的比较慢可能跟网络有关系分享要研究大事业，2是人的生死大事。今天的研究记事本。一大事因缘，佛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，此一大。记事本网址呢？会记录网址会记录网址，然后要变成超连结，按右上方倒数第二个，你看，怎么会有弹入弹出啊？你看，还可以这样操作，还可以播放看看，哎呀，还有特效。哎呀，还可以这样推，还可以这样特效，你看，哎，好厉害，好聪明。这12是什么意思？特效，你看最下面一个，底部切入没有办法中，有上来，旋转。按一下旋转，没有办法做。有，我在做。按一下超连结，就连到网络上看 YouTube 来看的呢。连到 YouTube 来看的呢。大事因缘，即为了化度众生的因缘。法华经说，诸佛世尊为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，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。一小节人寿由最初的84000岁起，分享到记事本，来看右上角3个点，还可以绘出呢，还有背景分享还可以分享背景，还有背景，还有图片库，好多种功能还可以分享到哪里去啊？图片还是文字文字的话分享给，你看可以分享给这么多，分享，还分享图片。它变成图片分享出去啊！你看，要记录多一点，就可以把它分享到LINE。能不能分享到LINE啊？那前面没有办法有那个中文的影片目录，按图片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怎么分享出去啊？现在已经做好了，那怎么分享出去？原来要按打勾了，按圆圈里面打勾，按那个图啊，分享到 Facebook 啦，分享到推特啦，更多是哪里？LINE 也可以啦，原来 LINE 也可以呢，分享到 LINE 也可以呢。也可以分享到LINE啊。原来是这样的。按那个有用吗？图片呢没有办法超连结。图片没有办法。你看图片呢没有办法按连结，没有用。图片没有办法按超连结。那记事本到底做什么用？分享或列印，可以出到 PDF 图片文字。
可以会，它累积多一点，会出可能手机里面有一个资料夹。要退回去按这个一个正方形一条右斜线，按那个退回去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样式、笔刷大小、色彩、橡皮擦。原来跟笔有关系啊！还可以选色彩，好厉害！这跟字形。这个打字哦，原来按这个是打字哦。按第一个图是打字哦。那打完了有没有储存起来？这游标怎么这么难移动啊？要移到第一个怎么这么难呢？哎呀！所以下面这个长条形灰色的那个是空白键。好了，现在打字打完了，那再来要怎么做？原来这个是跳一行，因为蓝色的像走的箭头那是跳一行，箭头打叉那个是向前，一个向前，一个向下面一行。好了，打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有没有看不出来有没有储存呢？还可以选择记事本，按下面的标签呢。还要录音哦，还可以把那个内容录音哦，厉害啊！不过看影片按分享，只有这个网址而已呢。这个字要自己，中文要自己打。打完了，储存在哪里？按输入键添加。按输入键，哪里有输入键呢？哪里有输入键？按确定，如果有个输入键。